不要紧的呀！哎呀，飞他了，谁是人呀？哎，云香谁姑啊？两重情，两山不与做应该。萍水相逢两相爱，这为婚姻乃是知心而虎的身上带。你既然把目的比作好夫妻，伤害他们不应该。云香，云香，哎，小姐，我来了吃的，你小姐来的。欣赏啊，小姐，费心侬到我屋里去一趟，你白天送给亲家老爷，对伊讲，今朝大少爷就要出门去，屋里准备请满月酒，亲戚朋友来的很多，请伊早一点来。好。云香，我到厨房里帮张妈改菜去，侬拿花瓶放好，顺便去看看老太太起床了没？喂没，我刚刚从老太太房间门口走过的辰光，只看见顾小姐一个人辣辣看书。老太太为没起床？小姐，今朝请满月酒，侬天不亮就忙到现在，可是人家啊，一点也不放了心了。云香啊，千万不要要分清公正，守护自己心。小姐有点气，伤心多参见。昨夜里为了区区小事情，竟为如此发脾气。你冷啥冷断不成呀，出言吐女规矩。从今后多吃饭少回头，老太太的事情你不用提啊。从今后多吃饭少回头，老太太的事情哪能？那像头发是领豆腐啊，咿呀不用今后小心点。我到厨房里去了。姑爷要是起床了，侬告诉伊，我的伊鞋里都准备好了，叫伊看看会烧点啥。哦，晓得了。
满月，离我儿子亲儿也不来。你小家是有苦讲不出，那么姑娘是不想了吗？姑娘操你啥？侬不要我喂！哎呀，是老太太脾气不得好吃辛苦，就冒起我娘子。啥来？侬千万要认得，妈是长辈，你我是小辈，讲脱两声无所谓，就是骂脱几句也应该。你小家是越想越伤心，越哭越厉害。姑少爷已劝得实在没办法，就拿菜块举头来。啥来？侬千万看了你啦！我为亲对你是真心。啥来？侬不要哭了呀！呀！莲香，侬哪能会得晓得个？我辣辣房间外头偷看的。好，我告诉嫂嫂去。侬不要！莲香，好像我哥哥辣辣叫侬。真啊，快去看看吧。我来啦！为民领记，此地讲话方便吗？不要紧，侬讲吧。为民。全路要我通知你，今晚活动需留意。家老撇出新告示，禁止上演文明戏，和尚会正在相对唱，要与警察听其频道里，我请你到听我王先生又要是找你共商你。好，我已经准备好。第二剧本侬去准备一下，我人就不被军阀吓到，文明戏一定要上演。侬啦，对，侬啦，这个戏不但能教育别人，而且还能教育我们自家。那我先走了。我想最重要的，我是一个人，同侬一样的人，我才至少我要努力去做一个人。哎呀，多么有意思啊！侬人家寻开心，还讲有意思嘞。啊，云香，侬骗人，姑少爷几时叫过我啦？啊，我哥哥没叫侬啊，那是我听错了，对不起。下趟啊，不动侬好了。小江，嫂嫂，妹妹，云香，侬辣做啥？没啥呀，没啥。看侬啊，还是两只空花瓶。嫂嫂，侬不能怪伊，是我拖着伊聊天啊。快去摆好，到厨房里帮张买点菜去。是。真是个戆姑娘，我倒蛮欢喜伊呀。嫂嫂，听说伯母今朝要到此地来。是的，妹妹。你哥哥才要出门去，趁一天我爹爹前来叙一叙。哥哥家离两月远，手来远远未到前。为何匆匆要出门？嫂嫂你怎会舍得放他去？嫂嫂我不能做主意，做小辈要听从长辈言。婆婆叮嘱要他走，我就不必留他在家里。既如此，让我去对妈妈，一个。
起床了呢？为没起来？那哥哥啊？哥哥，那又来讲我啥了是吧？妹妹们，侬起来了吗？妹妹，妈起来了吧？为早呢？为早啊，快9点钟了。哥哥刚刚起来，不是为早了吗？侬啊，又要来挖苦我了啊！啥人没来挖苦侬？人家侪辣辣讲，自从哥哥讨了嫂嫂啊，老是困难讲。慧清，我的侬鞋里都准备好了，侬看看会烧点啥？我真不想走啊。那妈问起来。哦，再讲吧。哥哥，侬上海公司里有啥急事吗？我拉公司里也不过是个孩子，问题是……好了好了，问题啊，侪辣辣妈身上是伐？哎呦，我看㑚啊，侬妈估计得太高了，所以办勿好事体。哎，哥哥，要不要我来帮个忙？帮忙？我去跟妈讲，要侬留下来陪我再白相几天。真啊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我是不怕旁边的。妹妹不必多此一举了，嫂嫂不要紧啊，等一下我去跟妈讲。哎，妹妹，侬去跟妈讲，等伊起来了，我你得请安去啊。咦，又要叫我走开了。哦，我蹲了此地，放映那两个人讲私房闲话了，是吧？真是个高姑娘。慧清，侬今朝真的不准备走了？我心里是这么想啊。人盼人上月盼月，风儿里花雨里水，想我们新婚燕尔多的面。要珍惜人生唯有的这一回，一月来年事，我做后情脉脉细心为。朝暮相随在一起，隐隐相随心似海。啥来啊？你像那不谢的花，永远好。与我们像始终的鸳鸯不分。
里，人心穿我离家走。为亲不要生我为，难道你我的心情为不了亲呀？真舍得与你俩分开，这位婆婆要你走，所样的心情。啥嘞？所呀，你为我受委屈，委屈，这心我你我之间受不平等，为情啊，把你冷落长相。谁靠着背呀？你是光彩不光彩？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你是早中的有准备。啥嘞？我准备今天不相争。为情。去搞了，对不起，我又来了。哟，看侬啊，嘴巴了好过子有病了啊！做啥？妈叫㑚去，为亲，我你快带妈请安去吧。快去吧。㑚不要去了，妈气色不好，现在啊辣不落浪了。那我你快到不来浪去吧。侬不要自讨麻烦了，侬忘记啦？自从㑚结婚以后，妈有㑚去过伐？假使侬一定要去，不伊骂脱两声，我也不管。妹妹哪能啦？妹妹好在那等妈生气。是伐，妹妹？没，不过顶了两句。嘿嘿，嘴巴顶凶的就是侬，一开口就能买顶子母老母小。侬好，侬好，侬小人，我又不是为了侬。为了我？一定是妹妹为了要留侬，妈不答应。哦，是伐，妹妹？等一歇，我再去对讲。妹妹，小姐，小姐，请大家老太太两家大小姐谁来了？啥嘞？两家大小姐是啥人啊？就是我大姨妈能素英表姐啊。哦，就是那位能社会大学素英表姐是吗？我你快到前厅去吧。哦。哎，妹妹，一道去吧。一切事体都应该由我自家去想，由我自家努力去解决，由我自家努力去解决。表妹，啥事体要侬自家努力去解决，我能不能帮帮侬的忙啊？哦，原来是金根表哥，侬又来了。哎，哪能？难道因我来多了？不多，奇怪，侬心情当了官，哪能会有空到我们平民百姓屋里来走动呢？哎呀，表妹，侬不要这能讲嘛。外头人看看是当官，其实是个苦差事。侬何必客气呢？实话讲，侬虽是官，现在当朝军阀不可一世。侬辣伊拉手下头做官，再小还是飞黄腾达，好不威风啊！算了，我还是混口饭吃嘛。侬何是不等三宝殿？今朝来有啥事体？哦，今朝来特地送侬一样东西。送我一样东西？对不起，武功不受禄。嘿，表妹，侬不要走嘛。侬看，我托人从上海买来的钢笔，一只留了自家用，一只特地送给侬。并不无故送点侬贵重的礼物。
侬这是升官又发财啊？哪里？上一道宝剑神用红粉送家人，这次刚被送给侬表妹的那个女崽子，真是表妹侬。那好，恭敬不是从命。哎，表妹，噶紧着啊！哦，开围棋。开会？开啥会？外头贴着军个告示，禁止学生开围棋。表妹，侬晓得吗？这些事体与我无关。有一个姓王的，侬认得吗？姓王啊？哪里个姓王啊？伊不是教过侬书吗？侬打听这个一些做啥？没啥，哈哈哈哈哈！表妹，我要告诉侬一个秘密。秘密？我可不想听啥个秘密。表妹，真的要实讲，要知道大明风筝很紧张。今这地经不下天龙忙，谁来守住红旗上？听说他是红菜党，四次活动很猖狂，不怕你表妹得好灵活。这些事体与我无关。表妹呀，我是真心实意为你来着想。为我着想，表妹，你他自动有道，开会这路上来往，这是生的心悲悲，要是半夜子就要非人上。表哥你我是身非不应当，被妈听见，走过究竟受承当。倘若我们有心要对姑妈讲，这可讲的事，恐怕不止这一桩。表妹呀，想你是个明白人，对我的心意，侬有点啥包上。我从来不做亏心事，侬有闲话尽管讲，侬究竟存对啥个心？有眼睛的人啊，一看就有情商。表妹，对不起，这次钢笔我用不着。表妹，表妹啊，表姐啊，真是一秒靠一人，一家靠一人。光几个小囡啊，就忙得我头昏脑胀。再加上屋里大大小小的事体，阿里爷爷非要我亲自过门。表姐啊，侬真能干。啥个能干不能干，还不是一年忙到夜。哟，此地倒还有几枝花，几枝平平常常的花。表姐啊，刚才侬讲有话要同我讲，讲点啥？还不是为了我弟弟世英，伊非常的想念侬。伊近来哪能？身体好吗？表妹，我们大到此地来，世英他苦读时光深熬间，他为你茶不思来饭不吃，他为你心烦意乱夜难眠，他为你受苦苦想人更瘦，他为你日夜流落一鬓更天，他多情总被多情我一片痴心真苦怜。
既然侬有为难，我看啊是有点能办。索性写一封信去骂他伊几句，让伊也好早点洗了这条心。不，因为我平生对侬，哪能会可以？事到如今也顾不得伊的病了，我看啊也只有这个办法了。不能对侬做。我想，侬想哪能？我想见他一面。是真的？要是为亲今朝不走，明后天我叫伊陪我回娘家，我去见见表弟。哎呀，那真要为老表妹了。哦，表姐，啥嘞？看人在吵着要看新房呢。对了，我还没看过新房呢。小姐姑少爷，那为了此地呀？老太太有了发脾气了，刚看您谁来了，子人一个不看起。去吧。表姐，请到里面坐啊。是呀，我还没想把我去请安呢。表妹啊，请。云香，顾小姐，这封信送到青龙6的4号，亲自交给王先生。当心一只眼。晓得了。嫂嫂侬，妹妹，侬哪能不讨前厅去啊？我可不会应酬。哎呀，啥嘞？侬还是要生气呀？妈是长辈，我人是小辈，伊讲侬几句，侬哪能不声不响的走了呢？房间里实在太闷热了。哎呀，侬走了叫我哪能办啊？啥嘞？妈脾气侬是晓得的，侬。又来了，真讨厌侬！侬好，看那两个人一帮子谁要顶刺？啥人叫伊去让我啊？啥人啊？侬是侬，侬是侬。好啊，侬是侬，是不再笑，侬再来，侬再来，嫂嫂，不要紧了，回去，侬再来，侬再来了。哪拉做啥？妈，爷，刚才是吵啊闹啊，我一来，大家都变成伢子了啊！有啥个高兴的事体不能讲出来，让我这个老太婆啊高兴嘛。妈，我的哥哥辣辣讲笑话呀。是呀，我的妹妹辣辣讲笑话呀。外面来了许多的客人，哪倒会有空在此地讲笑话？妈，是我不好，我就去。妹，既然大家都在此地，我有几句话要同㑚谈谈。妈，欣赏呐，妈，我年纪大了，老婚了，方才当了许多的客人面得罪了侬，所以我特地到此向侬赔罪来。不，妈，侬是长辈，我人是小辈，随时骂脱几句，我人做小辈的也不会见光侬老娘家了。只要下次，哪能？下次我就不能讲了是吧？没。哦，受委屈了，怪不得一个人偷偷的溜到此地来搞枕头上了。哦，妈，我不要冤枉伊。冤枉？我几时冤枉过㑚啦？少废！步步在心头梦。朝夕亲娘少教训，做人之道不明了。一因啥也不打紧，为何不多教导？
大叫，不像我养的小姑娘，少受教训无礼貌。要明白，做一个男人容易做，做一个女人是难做好。要知山中名师德，遵守妇道第一条。将来你嫁到夫家去，怎能觉得你好嫂嫂？娘要受母夫出车，为人不要轻笑。你无非靠些自家个背影，把我羞的臭名往我头上套。侬自家也该开通的，对小辈不能再用了你好。侬今天到你唱你知道地有多少厚，你知道天有多少高。我明白你们三人一条心，望我早点洗个好。倒不是一心想为恨，趁早把你掉回今天我自家身体要保重。少受教训无礼貌，一女之中得是你强势的力争无脑。劝侬嘛放宽心，女儿不孝我儿子孝。为民侬再要不规矩，哥哥绝技不轻鸟。慧清，不要同意多讲。好的已经派了人家，叫媒人金官嫂到曹家去讲一声，请伊拉早一点讨伊去。娘姨。下去姑姑好日脚，家去家狗有我自由。把我举下来，举下来，举下来！妹妹，举下来啊！来，举下来！哎呀，举下来啊！我在做干啥？你，妹妹。我不要哭嘛！回亲爹啊，侬为啥不来打？妈，我姐姐侬不要哭呀！为要让你这死要你走嘞！俺们会看你人嘛？哎呀，妈，我先原谅我吧，妈。妈，慧清。侬起来，那侬不要哭。妈，不哭，侬起来。哦，妈，侬也起来。上来，快谢谢妈。谢谢妈。慧清，我问侬，那爹爹是了啥个辰光过世了？妈，侬哪能要提起爹爹的啦？我要侬讲。爹爹是我只有8岁，妹妹抱辣手里。谁到现在有几年了？17年了。这个17年，妈是哪能过来的？侬还记得那三爷嫂到家当的事吗？妈，提起往事心悲伤，17年虽有苦难当。那一年，冰天雪地吃过饭，爹爹他一病命丧亡，留下了孤儿寡妇哭，独居吃血痛断肠。谁知卑鄙无耻三爷嫂，利落凶心的家当。50年不守本分把门封，背叛祖先受遭殃。娘亲为了表节制，令我们兄妹上公堂。当前阶段请司法，
烈士一世做过伤。娘啊，冯小花既然好年，才留下了尾巴家当过时光。啥来呀？你要牢牢记，把人家娘亲好做好。不仅我是爱的婆娘。把难受啊风霜，从今儿请你把我当作亲生女，我把不如今我对他也无法指望，为情啊，我一生希望只有你，娘的苦心你不能忘。哦，儿啊，过去你对我确实好。现在看看呀，面前妈，自从你成亲一个月，已经变了样。我现在不想商量了。那侬打算啥个辰光出门去？我想啥？我想今朝夜班数就弄生了。是妈要侬走哦，没，是我自家要走的。妈苛刻哪了吧？天下父母心，怎会带错儿女啊？欣赏呢？妈，为亲是要出门去，侬的样行李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对，侪准备好了。妈，看人侪来了，等一些啥人还要来？我们快到前面去吧。好，走吧。金少奶奶，老太太，金少奶奶不好了呀！做啥鬼啊？亲家老爷被赵警官抓走了呀！阿贵，你来了干啥？方才我去送亲戚，亲家老爷屋里门锁着没人，我一打听啊。那个赵警官经常问亲家老爷借铜币，亲家老爷不答应就接了刀，不幸把人都抓走了呀！委屈，你能生病了？妈妈不要闹，不要哭呀，这会有啥个用啦？为什么要这样对他？那我今朝夜里，侬走还都要走，我那个事体要妈来担待，那去准备吧。上来，快去吧，上来。阿贵，老太太，去叫金公表少爷来。我有事体要做。好。这桩事体大概金根也晓得，还是叫伊去走走门路吧。顾小姐啊，老太太，做啥？我寻顾小姐呀。顾小姐？哎，死特拉子！顾小姐死了！哎呀，顾小姐啊！沙柳花开往日
来侬不好，你小家是百依百人也难对付。你老爷受了虚惊，生了病，老太太也不许小姐回家去照顾。你小姐真像笼中鸟，云下心里呀难过。云香，小姐，侬辣做啥？我想摘几枝石榴花，等侬房间里向添添心。阿贵爸爸回来了吗？回来了，伊讲老太爷刚刚从警察厅走来的辰光，病得比较厉害啊。这个几天已经好多了。唉，这个世道军阀混战，世态炎凉。要不是花了些铜钿，我爹爹又要蒙受爸爸之冤了。是啊，嫂嫂，嫂嫂，云香，嫂嫂，胜利了！妹妹，侬讲啥个模拟胜利了？模拟学生会想省教育厅参与，要求学生有的开会演习的时候，啥里四面楚歌，怎能答应？这能一来，我又可以公开演习了。顾小姐，我同小姐一道去看侬演文明戏，好吗？好，欢迎。叫老太太去看看。娘爷也去学点文明。妹妹，伊拉哪能会答应啊？靠争取，靠斗争，再不答应啊？大哭嘛！我借拨侬书看了没？我翻了一下。嫂嫂，我想问侬一件事，问啥？云香，侬到前面去啊。问啥？嫂嫂，侬来。嫂嫂，我希望侬不要瞒我。妹妹，我啥个辰光瞒过侬？嫂嫂，听说迈步金龟梢，昨夜突然到此地，鬼鬼祟祟搞点啥？嫂嫂你内情可相信？昨夜子有个迈步到此地，在马房里共少年，为了你的婚姻事，妈讲最好早点拿侬嫁出去，为人家表哥殷勤耕，现在从中出主意。嫂嫂你可曾听清楚？婚期也在那一天，好事人该得非常勤，过门就在本月天。妹妹，侬几岁配到邵家去了？10岁。哦，9岁。人家做啥个？啥也不会做，只有几个臭动力罢了。那侬打算哪能办？我早有打算，这能一来更爽快了。登报声明，假释婚约，那是双方父母做的主，而且有媒人的，这个跟我毫不相干。妈会答应吗？这个是我的事业。妹妹，嫂嫂，我非常同情侬的遭遇，可是我不能走侬同样的道路啊，嫂嫂。侬想过吗？一个人究竟哪能度过自家的一生，随意依你？对于这个问题，以前我想得很多，但始终找不到正确的答案。后来，我看了许多新的书，接触了一些新的人，才懂得了一些人生的意义。人生的意义，就在于掌握自己的命运。在新的天地，我要像这本中的罗拉一样，一切由我自家做主，由我自家努力去解决。妹妹，侬讲的多么有意思啊！可是今朝哪能会想起搞点事？上一道前车之覆，后车之鉴嘛。嫂嫂，我要从侬的身上吸取教训。从我的身上吸取教训？嫂嫂，你可少点梦到最美的日期，心口一步不来诉衷情，听说是你教的良师，修成双小人心。
死得仇还深，你不识天命就里叫，人心有表弟两里分。你冒充父母之名没差异，人心却从旧家庭。你手持了真说真话是故事，你人心妹妹很真。来到这个家啊，千百人也难做人。哥哥身心太奴才，妈是风气就闹紧。就在这喜气沉沉的家庭里，太平天就难生存，唯有分起来抗争，才有光明好前程。我钦佩侬的志向，可是我的处境，侬是不了解。嫂嫂，小姐，顾小姐，小姐，林香，小姐，两家表嫂也来了。表弟，伊来做啥？不晓得，伊只讲要见侬。侬没讲我不了了，快去讲我不了了。林香，侬记得两家少爷讲，就讲小姐也马上去见伊。啊，妹妹，嫂嫂，光明来了，侬怕点啥呢？故地里下总要避免风言风语。小华，表弟来看表姐有啥不可以呢？嫂嫂，我大胆个去见伊好了。嫂嫂，妹妹，我还是不见的好。不要紧的，嫂嫂，快去吧。是侬？哎，是我。哎，表妹，侬为啥看见我总是要走啊？我还有事体。哦，有事体啊！刚才与侬嫂嫂一谈就是半天嘛。侬哪能？我的嫂嫂就不能谈谈了吗？能谈，能谈，当然能谈。表妹，我要告诉侬一个秘密哦。秘密？哼，侬的秘密真多啊！表妹，那个姓梁的来了。侬能来，人家为啥不能来？能来，能来，当然能来。不过，据说那个姓梁的跟侬嫂嫂很亲热啊。亲热，亲眷为啥不能亲热？侬跟我也不是很亲热吗？哎，对对对，侬同我也很亲热。不过表妹啊，我总觉着侬好像有点讨厌我啊。我看见侬啊，高兴都来不及。真啊，我简直不敢相信啊！表妹，侬晓得那个王先生现在辣辣啥个地方？我不晓得。这个家伙胆子真大啊，跑了又回来了。表妹，侬得一定说，一定晓得到了啥地方。侬要是看见我真的高兴，那是有应侬要做该。啥？表妹，我我好表妹。不刘佩，啥人啊？妈，哼，拉做啥？姑妈，刚刚跟表妹两人辣辣此地聊聊天，聊聊天呀。哦，姑妈，姑妈侬坐好啊。姑妈，侬坐好。姑妈，
王先生写给表妹的信，侬信了吧？这个姑娘的东西藏得很紧。对，刚刚我想透透伊的口风，真没想到。哪能啦？哦，背母子一等，母子一等。这个姑娘的脾气不比伊个哥哥好说话，骂侬还算客气的，一个不称心啊，打侬一顿还是说不定的。姑妈，打倒是没打，打倒是没打。姑妈，姑妈，做啥？最近几天又碰着一桩尴尬事体，有两个朋友又要用动地的是吧？姑妈，就少提个眼小数目。要是侬手头方便嘛，先加一加，过2日天是有还拨侬了。下了，为啥侬为嘛？金根啊，姑妈，用动地总要再省一点。姑妈平时再学下来还是不容易。对，姑妈，侬讲得对极了。哦，姑妈，我要报告侬一个消息。哦，又有啥个消息啊？啊？哪里？让我去看。哎，姑妈，侬先不要打草惊蛇，我有2年先比比好吧？要我去避开伊拉？哎呀，不是啊，姑妈，老姑说做事做上，做奸做上，抓到了步兵以后，就不怕伊拉拉了。姑妈，侬听，伊拉好像来了，我有2年先比比好吧？姑妈，姑妈侬走，姑妈，姑妈。表弟，天快黑了，有话快讲吧。是啊，天快黑了，快要黑得一点都看不见。来子，这几天我一遍又一遍的背诵侬的诗，花手月冠东风衣，为使小郎多孝顺，真叫人太感动了。侬为想第一是做啥？侬应该心心养病，保重身体。养病，我倒希望得罪平松早点死去。表弟，侬为啥要定能想呢？不定能想，侬叫我哪能想呢？来讲。这悲凉的世家，早已去。我的生生
多雨。每日里清晨抬起红日升，黄昏又见日落西。日出日落心上事，人生人世有足迹。今日能见来几的你，我虽是不儿心中意，伤心人，心事伤心人，头上人来抢，头上望君此后从正中，是西风人开你春天。宝的花朵正开。暴雨，叶落纷飞飘荒崖，花瓣零落15年，谁见花前复芬芳，苍天呀！我此恨与你不人间，表里的心情我们理讲，来天的苦中你相惜，红线一根，终记头，自然抛
想无人见，为什么你我当初不反抗到如今？有天有人不是恨自己。恨我自己少自己，恨我自己无勇气。倘若当初谁抗争，而今又怎会两分离？爱情啊，我也只胡落。岳飞是东风，既是此小老鼠，小手心，再去表里从正中。可惜我一并受到黄风呀！只要你胸襟开阔，心怀畅，顶天靠佛总有情。世上有淑女千千万，你定能诚心实意找到好伴侣，放眼是日永远。手手更替，是故多情空余恨。此心人从来是名不是名，我的来见呀，表弟，来见。生死难移了此缘，喜儿当前冰的一旦问我父应饶，表弟，但求你大说些话来激励，分离叫我三生情表弟。苦命人下去。
伯母，是我。哦，我当是啥人？老远看不清爽，原来是两家表嫂呀。伯母，侬好。好啥？老了眼花缭乱，有啥个羊毛来偷食吃，也看不大清了。妈，侬有话等你歇再讲。表嫂爷，为啥不到客厅去坐坐？不了，伯母，我本来就要走了。来姐，我走了。伯母，再见。欣赏呐，送客呀，送了客就到此地来。我有喜信告诉侬。有喜信？我说有喜信就有喜信，快去，快来！哎，是。姑妈，这个日子侬可亲眼看见了吧？这个地草根啊，竟然把我某家的门风！哎呦！哦，姑妈，侬先不要生气，身体要紧，身体要紧啊！姑妈，不过尿是尿不得哦。姑妈，我有眼事体，去就来，去就来。到哪里去？邢嫂嫂，伊是要来的。侬手里拿的是啥人的信？妈，是哥哥写给嫂嫂的信，拆开来念拨我听。让嫂嫂自家来拆。侬不拆，我来拆。咦，妈，这个是嫂嫂的信，哪能可以随便拆人家的信呢？做娘的不能拆儿子的信，这个难道也是那新派人的规矩？妈，这个不管新派老派，假使侬一定要看信嘛，让嫂嫂自家来拆。伊是不好意思，不当了侬的面拆信的。要是侬现在就能一拆，把人家看起来啊，倒显得妈侬有点小气了。好，我不拆，把信交拨我。等啦，不要走。做啥？先不要问，等一歇才会明白。妈，侬叫我做啥啦？客人走了，侬的信。是喜信吧？是喜信。嫂嫂，啥个喜信？是不是哥哥就要回来了？新郎讲的日节嘛？新郎讲是今朝下半日，而且是了这个辰光。哎呀，哥哥就要回来了，嫂嫂。哥哥就要回家里，一家人热闹在一起，挂不得今晚这夜喜信。嫂嫂啊，你们放心也要先要你中讨人意，是要你东过山到家门里。我家到此地来，我看你样样不如意。既然你觉得不自由，尽可以回转娘家去。妈为我讲此话，真叫为民非丑女。嫂一且为我叫嫂嫂回转娘家去，叫他回去就回去，用不上你大三锁过门到去。你分明是要将嫂嫂休出门。问啥侬嫂嫂已做了啥个错事体？你这一帮骚叉子，休他回门有道理。他干出了伤风败俗事，步步手要有根据。妈，你何必多愁你？方才是表弟遇到来看我。刘小姐呀，请你不必再强辩。亲戚来往本是平常事，今跟表哥他也常常到此地。今个是个老实人，常来常往常回忆，不像他家好
家有家规，一家自有一家子。我已14岁没改变。嫂嫂，嫂嫂，又要不能我现在走过我这个老太母口，不如枉费心思。妈，嫂嫂本来不肯去见伊表弟的，侪是我让嫂嫂去的。侬要我就问我好了。不管侬啥事体。云香，云香，哎，老太太，那小三要回娘家，侬去他房里理一理。小姐。听到了吗？哦，快一点。今朝就要走。但现在就走，越快越好。快去呀！妈，侬不能这样做呀，妈。你给我滚开！妈，妈，回去。妈，哪能啦？回去，侬来的太迟了，也可以讲，侬来的太早了。咦？心此非归来
来儿，爹爹，为啥不到房内休息啊？今早天气哪能这能闷呢？是啊，恐怕要下雷阵雨了。来儿，我想还是请个医生来得侬看一看吧。爹爹，不必了，我的身体过1-2天就会好的。林香，刘生到马家去回来了没？为么？奇怪，侬婆婆对侬有点小恩我哎，难道火气还没退？已经半个月了，为啥渺无音信啊？我想，即使老太太骨折，为亲总该有点建设吧。爹爹，我想回亲回来接我回去的。来儿，侬今年已经23岁了吧？不，24岁了。爹爹，侬总是记不住我的岁数。所以我一直讲，侬的爹爹并不是一个好爹爹。不，爹爹。 17年了，爹爹，侬有了想妈了？是啊，这个几年来我不大想伊了。自从侬回来以后，我又常常的想起伊来了。爹爹，来儿，有一件事隐藏在我心中几10年了。今朝提起侬的母亲。 我倒可以告诉侬听听，爹爹，啥个事体啊？侬可晓得，当初侬做我接我定的亲，并不是侬的妈啊，那是啥人啊？而是侬的大姨妈，也就是侬表弟梁世英的母亲。爹爹，这个到底是哪能一桩事啊？ 真是一意难行啊！想当初有两门庭，真心话都是官位之家有声望。 你祖父看中你家大姨妈，就评定她进我所期望。后来你爷爷一并命归天，家境登然就凄凉。我熬尽了10年。 长苦，母子拼，敌人当金榜，想不到你大姨妈身心爱虚荣，她受到贫富不能配人上。 我一气之下退位，这你刚听，从此与他有断来往。谁知你母亲子女与我婚姻配，与他姐姐不一样。从此后，我们夫妻做了近10年。 你母亲是忠臣，所有依恋，可怜她一命难落去，抛下了我们母女俩。我有做爹来有做娘。 莫人走，爹爹
爹你修法就是个心肠，幸亏为清代用好，一老是你就是大梦都是为了安慰我。记得当初我母亲去世以后，有人娶我所以都被我拒绝了。为人立身，最操第一要紧啊！爹爹的意思儿懂得。老爷、小姐啊，立生，侬回来了？回来了，我已经把信交给姑少爷了。你讲的啥？伊看了信以后，就叫我先回来了。你们讲要来，没还没别的闲话，没，奇怪。不过刘生有句话，不知该讲不该讲，有话必讲，不要吞吞吐吐。我辣马家的辰光，听见邻居在那纷纷议论，说姑少爷就要领娶亲了。混账！奴家真是欺人太甚。爹爹，也许刘生听错了。听错了，我离开马家之前，就听说要到姑小姐提早完婚，就姑小姐。再讲回亲，伊也不会答应啊。是啊，虽着外面沸沸扬扬，实在不实在，我也不能断定。不管是真是假，总该去问问清爽。刘生，弄得我去固定轿子来。是。来儿，侬有啥个口信要打不回亲吗？爹爹，侬要是把到回亲，叫伊千万要来一次啊！来儿，侬放心，过去爹爹为侬操心不够，第一次我不能看侬生而委屈而袖手旁观，更不能让某家对恁个漠不离放。爹爹，千万要保重身体啊！老爷，轿子来了。刘生，侬同影响在家好好的伺候小姐。是。啥人啊？来姐，是我。表弟，来姐，我求侬慢走，我有话要同侬讲。有话就快讲吧。来姐，是说你为我帮我来，我说不忍心才怪，想我到我登门去见你。你默默今日为生我为，这风波从我身上起。以往事情不必谈，只要你从此马前来接的命运来来。一句的命运来改变，一边是心从江湖流水，听说你婆婆自己当兵，要与为亲，灵魂配。谁来之意不可信，我为是早为家开，我以为亲家算不清，我俩感情生死海。感情虽好有何用？这世间丈夫不能把妻子爱，夫妻恩爱是不孝，身旁可怜观念将人来摧残。
亲虽实对你有关心，他也只好灵魂配，因为他小时看得重，总管把你母之命来违背。不要点高，来记。过去我也太懦弱，却无力交强人来。好得我年纪轻，奋起反抗我虽爱，我家非礼我人人，我劝你不必再等待。我愿带你远走高飞去他乡。侬辣辣瞎讲点啥？来记，切莫要错过时机空等待。来记。知道情景，双双飞向旧天外，去好比那对桃花女，跟女子情爱就是在我没胡说八道，来姐，侬好好的想一想，跟我走，我上手走，走得越远越好。来姐，我你结婚，来姐，来姐，我你结婚吧。我永远是为情的人。永远是为情的人，好一个为情的你！难道我咋抛弃了侬，为了去等你吗？真是个痴心女子，无人恨。来姐，侬打我，对，我该打。来姐，侬就痛痛快快的打我一顿吧。是也。原谅我一时慌乱失了身，这其实我遗恨终身。牢记在心头，孩子，啥一道不是冤家，不是生，我永远啊，放光了，我走了。
嫂嫂，妹妹，嫂嫂，妹妹，侬终于来了，云霞快到肉，嫂嫂，妹妹。顾小姐，顾小姐，顾真是侬啊！李香，李香，小姐侬好呀，我好。顾少爷呢？云香，我有要紧事体要到嫂嫂谈，侬记住了，随便啥人问起我都讲我不辣了啊。哦，妹妹，妹妹，侬哥哥也好吗？嫂嫂，我今朝来是向侬告别的。告别，侬要到啥地方去？到啥地方还没定，将来我会写信告诉侬的。侬一个人？不，我有很多人。妈晓得伐？妹妹，侬为啥要走啊？侬一走，叫妈哪能办啊？嫂嫂，想不到你回来，怕是你要我听病一场去吧。我特别敲定只一定，任何人不能阻挡我。嫂嫂，我走了。妹妹，嫂嫂，我是一个伤快人，委屈就是我不愿做。想不到你自己牺牲，让别人也牺牲。你自己痛苦，要别人也痛苦。我的好嫂嫂，你梦在故里为不知呀，我哥哥要离开婚姻，把心人做。不愿意告诉侬的，可是侬迟早会晓得的。嫂嫂，侬今后打算哪能办？嫂嫂，侬再也不能听天由命了。侬越是听天由命，天命越是要捉弄侬。侬的幸福，只有靠自家去追求。嫂嫂，侬讲闲话呀！侬哥哥，伊答应了。嫂嫂，侬再也不要指望我的哥哥了。我的哥哥不过是马快来罢了。嫂嫂，侬要自家拿定主意呀！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顾少爷来了。顾少爷来了，快请进来。哥哥是来寻我的，一定是来看我的。嫂嫂，你不要跟我了去，我到里向去等一等啊。妹妹，好海一派，此刻君再来，七月七君又哭泣。妹媳妹兄为，妹媳妹兄为。啥嘞？侬来了，哎，碰到我爹爹了。哦，我不是来看爹爹的。哦，那侬是？正糟糕，妹妹不见了呀！昨天夜里为了伊的婚事，等马吵了一场。今朝一早，伊留了一封信就走了。啥嘞？伊没到此地来吗？哎呀，这个姑娘就是你个脾气，叫我到啥地方去寻呢？啥嘞？要是伊来了，请侬拉牢伊，叫律师来通知我。哦，侬现在能走了？没别的闲话了。啥嘞？有话以后再讲吧。哦，侬走吧，侬走吧。
侬为啥要哭呢？妹妹不记了，妈变成我其实侬又要让我哭，侬晓得我心里美不美啊？三妹，妈脾气侬是晓得的，侬也明白我的处境，难道侬也不肯来原谅我吗？你说我不肯来原谅你。到啥地位？我是为了原谅你，委屈就是多年来。我是为了原谅你。人气吞声回走，二娘家来。啥来？我是为了原谅你，历史倒流，伤悲。自从我被你母亲赶出门，你为我一次一笔神来。今日里好不容易能想起你，这狠心啊，开口就以我莫为。啥一道天上秋云落，你比秋云多几倍。你这我几次想来探望侬，许多被娘亲从中家做来，我几次恳求无用，人人家事难解开。我承认却不在我名下，但是我始终想你爱。有朝一日我还能消失，今年回家也不是爱。要生不知是非，寂寞为。既然你始终爱上我，为啥偷偷摸摸离分开？明那岁数必是我是娘亲一手来宝贝。你不要地来我家探望你，母亲说你伤风败俗丢门楣，我为你救过几次情，说你啥来死得就是真以为，谁知他打发来听我，问我身从我此来。说我娶了妻子忘记娘，我大你不孝是无用呗。为情讲句良心话，你只应当小长辈，但是以为的妻子我也心配。到如今母亲面前不讨好，你啥来面前要受责备，真是做人难来人难做，我是到东南老到西南，恨真良心不能够挖出来，我是天来为公子
嘞？在河边把心下台，你说我不下的水花永远好，像是我爱的鸳鸯不分开。到如今，不下的水花也为像不分开的鸳鸯，也要分开。谁知你的美女都是假，爱我之心不必待。我明白你乃是一位小子，可名不讲你里来。我曾是你天下小子的一位，比儿子只需要真气倍。夫妻恩爱，母亲要反对。最伤心啥来讲，我是伪君子，妈骂我大逆不孝是无用呗，真是天作孽来有苦啊！我是做事受理应该。从今后再好的母亲我不孝顺，再以为的妻子也不爱。随便你们谁谁我谁不怪。天呀，我为亲戚心心，侬讲对侬哪子的呀？快跟我走！到啥地方去？回去呀！嫂嫂，我听见了吗？你受了情绪，受了听别人摆布，所以啥办法都没了。要是那么回去，叫我那妈面前哪能交代呀？好了，侬不要讲了。嫂嫂，我还是这个一句话，一切都要靠自家。我走了。侬到哪里去啊？现在没必要告诉我。哎呀，外面，侬不要忘记了，我还是侬的哥哥啊！哥哥，要是侬真是我的好哥哥，就应该拿出勇气，带了嫂嫂马上就走。走，到哪里去啊？到上海去呀。上海去？我愿意陪侬一道去。回去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老太太来了。哥哥，你快走，不要追了。妹妹，你答应我，不过既然妈来了，就应该在当身上再走。哦。哎呀，侬真是。妹妹。妈，姑妈，谁辣辣此地呀？妈，侬请坐。谢谢刘小姐，我哪能敢当侬的妈呢？妈，侬还有面孔来叫我，侬刚出来寻妹妹了，原来侬我才是妹妹的呀！不相信，侬可以问妹妹啊。侬既然晓得辣辣此地，为啥不老里讲明白？我是来试试看的。哼，绍兴毛红裳，一时两股哦，没这个意思嘛。对，姑妈，表弟是没有这个意思，侬就不要错怪伊了。既然寻着了，为啥不就回来呢？哦，是要回来了。哥哥，哪能有胆小不敢讲了？讲啥？是不是商量商量？哪能来安排我这个老太婆事嘛？妈，我想跟侬谈谈。哦哟，大小姐啊，侬要跟我谈点啥？不过在面谈之前，我也有要求。
这个是我们屋里的事体。说我讲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不是我们屋里的人，请走。好，我走。不过姑妈，既然侬姑不要讲我今根办事不得来，是半吊子啊。妹，我不叫侬走，啥人敢叫侬走？姑妈吩咐，不敢违背。好，侬不走我走，到哪里去？我爱到啥地方就到啥地方，紧跟着我来事意。侬管为情拖拖老爷，我要走，啥人都来不是。我女无知小敌人，要你在外面来丢丑。好呀好啊呀，不做君子做小偷。不人讲不要面孔偷呀好，侬竟然跟着也去偷，出门的算不清，死了只能去回头。妈，侬这是在讲啥人啊？哦哟，刘小姐呀，侬的火气倒真不小。哦，大概让侬辅导今朝的，好吧？我你走。妹妈，请侬把闲话讲明白。我是脾气可表，没做过啥个错事体，好得我的表弟回来了。妈，好了，请做官到毛卡，越到越丑，为好意思。好了，啥人不要怪我的名誉啊！名誉。龙啊，懂名誉啊！这个事体不是我一个人看见呀。对呀，为我的这眼睛也看见呀。不要面孔啊！你我想小妹拉给你把车看了，还有啥个面孔？我让你们家老人出名啊！姐呀！姐姐！
来，啥来，侬哪子的呀？啥来？我啥人？我是为亲，我是为亲啊！为亲，啥来？为亲。见到侬有悲有喜，这怪母亲与往年。啥来呀？你赶快跟我回家去。不，我要先到外面去。啥时你不愿意回家走？我女带我到上海去。啥来呀？我们夫妻终究是夫妻，要谁与你谁有情。是真的，为亲，我们是恩爱好夫妻，只希望天涯海角永远有你在一起。我你走吧。为亲，侬看前面是啥？没啥呀。我看起来一张着血的大口，还有同样眼睛。啥呀？洗着头发，梳着舌头，你来我不要离开！我不要紧，没关了，啥呀？为亲，你快走吧。走。到哪里去？妈，侬今晚跟这个地场跟杜拉拉子的弄啊！妈，侬先苦里伊吧。嘿，侬只晓得苦里伊，侬才不晓得苦里呀，侬个娘！侬忘记啦，明年初春，张家义的这个小家就要订婚了。